女人上一秒卧底身份被识破，遭到斯克鲁同类的枪杀，下一秒中弹的伤口呈现岩浆状，紧接着便起死回生的猛然坐起。原来在加雅逃离之前，凭借族人先进的技术读取了人类的记忆，成功为自己进行了基因改造。现在他和格拉维克拥有一样的能力。尼克弗瑞的妻子希拉接到神秘电话，然后在圣詹姆斯教堂等候秘密人接头，没想到来者竟是战争机器罗德。他替格拉维克传令，让希拉找机会杀死尼克弗瑞。很明显，尼克的妻子也是斯克鲁人，而这一切早已被尼克监听到。其实上次见面，尼克就觉得不对劲了。等希拉回来，发现尼克摘下了戒指，他明白是自己的身份被察觉，但尼克并没有马上动手，因为假希拉还欠他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于是对方坦白了何时替换的尼克妻子。原来在尼克离开地球后，希拉就患病去世了。他是在征求了本人的同意才开始假扮，并答应了希拉的3个要求，其中最后一条便是不能伤害尼克弗瑞。其实假希拉就是想体会被爱的感觉。不可能这么巧吧？都偏离了目标，想必是扣动扳机的一刹那，两人都释怀了。就这样，罗德被斯克鲁人替换的事也不是什么秘密了。罗德从浴室出来，却被尼克的不请自来感到些许惊慌。尼克下了血本，$5000的美酒说送就送，只希望罗德能帮自己重回神盾局，否则全世界都会知道他是斯克鲁人的身份。不过假罗德根本不在乎他的威胁，当初就是尼克将斯克鲁人藏匿到地球的。另外，谁又会相信杀了希尔的叛徒？就这样，尼克事儿没办成，还搭上了瓶好酒。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其实酒中掺有液态跟踪器。接下来大战一触即发。之前格拉维克在俄罗斯制造恐慌嫁祸给美国，如今又通过贾罗德暗通的消息袭击总统出行的车队，从而彻底激化美俄之间的矛盾。可怜总统被炸成4脚朝天的王八，演戏嘛，自然要演全套。为了逼真，斯克鲁人特意用俄语交流，而贾罗德却在车里稳如泰山。听到枪声，尼克和塔罗斯迅速一炮便干掉了直升机，没了天空支援，再加上尼克的加入，局势很快就得到了逆转。随后格拉维克也加快了进攻速度，伸出树藤的触手秒杀小卡拉咪。但此时总统的援军已经赶来，于是尼克带人向总统的车靠近，塔罗斯利用自身优势砸着车玻璃，格拉维克命人马上阻止，结果塔罗斯中枪逐渐变回了斯克鲁。好在总统被成功营救，尼克刚将总统抱上自己的车，转身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普通士兵竟会扶着显露出真身的塔罗斯吗？原来士兵竟是格拉维克假扮的。气急败坏的他一刀扎在塔罗斯的心脏，愤怒驱使着尼克冲着格拉维克展开数枪，结果却没给对方造成任何伤害，这可是尼克万万没有想到的。为了顾全大局救治总统，只能看着格拉维克骑着心爱的小摩托离开，甚至好友没了呼吸，尼克也不敢耽搁片刻，因为眼下把总统交给谁他都不放心。